过来消息来看，宜兰市昨下晡一台工程车为着要超一台奥多摆去弄死一个骑奥多摆的民众。这台工程车的驾驶无停车就驶走，警方是看利用车牌来抓人。这台车市区的驾驶到案是表示讲，伊唔知伊家己有弄到人，伊嘛已经互警方上班咯。一台机车和后边工程车超车撞到，汽车骑士倒伫涂骹，安全帽喷飞，工程车也无停就走。附近民众报案，救护车赶到现场，按过技术送医，也是救无倒来。我坐你这听嘣一下，人就出来安尼。可能他就是要出来嘛，车子直行歹有去卡到就这样子而已，嘣一下。附近民众讲车祸状况，认为工程车的车速正紧，比如人是既然当个标的标讲，标方听到消息是真唔甘。唔中我来标的，伊就奥迪你看到都来处理，看到都来处理，我外父就讲听我啊。这车祸发生在宜兰市古城南路甲成平街路口，警方用车牌捉车通知肇事市区的驾驶到案说明。伊表示，代志发生的时阵无感觉有弄到人，唔是故意逃走。驾驶肇事后未停留于现场，经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查明肇事车辆下午3时许即通知其到案说明，并实施土气酒测，没有酒精反应。警方表示，工程车驾驶赛车时阵无保持安全距离，专案照肇事道药典罪嫌上班，也呼吁民众骑机车戴安全帽爱扣安才会安全。公视新闻宜兰。